主后2024年12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合宜的关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1章16节到17节。我无看福音做见笑，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，要拯救所有信的人，大先犹太人，后来外邦人。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，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义的人会对信来活。合义的关系，活伫这个世界上，人无法度脱离甲人、甲受造物以及甲上帝的关系。人袂当脱离顶面的关系，踮伫这个世界独自生活，各种的关系威胁，往往关系心灵的平安甲喜乐。人需要甲亲人、朋友、教会、同事等建立美好的关系，真实合宜的关系，会当互人活甲更较充实精彩。近年来，国甲国的冲突不断，无论是军事武力的冲突、经济贸易的对抗，或是争夺资源的战争，在显示现今人类拄活踮一个欠缺平安的世界。强权的压迫毋但伤害着人类无辜的性命，更较严重破坏所有受造的万物。致使大自然失去秩序，造成天灾不断。到落尾，人类家己也担着苦果。今仔日的经文再次教导咱宝贵的功课，就是对信仰的角度思考人类残酷的历史。咱应该再思圣经中福音的意义是甚物？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甲福音的关系是甚物？使徒保罗强调，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信的人。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，就受称作义人。上帝疼世间人，通过基督耶稣的救赎，互咱因信通得甲上帝有合宜关系，通白白得到恩典。既然找求主的人，要得到拯救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再思，耶稣基督降世，毋是要定罪，是要互人悔改的机会。因为只有信靠伊的人，通得到永生。人类唯一会当得到和平的途径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效法伊甘愿舍己的精神。保罗伫经文中讲到，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。毋是讲伊家己有甚物能力，互人得救。保罗传福音，并毋是靠家己的能力，反正是我靠上帝的大能。伊相信所传的福音，会当改变人和拯救人。福音本身是有能力的，通互人重新转来到生命的源头，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当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就会尊重别人的性命，搁知影爱护世界的所有受造物。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，生命自然会散发出无共款的气息，也就是活出圣神果子的芬芳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咱传福音的时，咱爱知影，毋是靠家己的口才，是靠福音的能力。咱的态度会决定传福音的成败。若干那靠家己，的确袂当成就大事。总是靠着福音大能的信心，会带来效果，搁互咱得到能力。但愿咱伫传福音的事奉，会当学习保罗的态度，甲上帝和人拢保持合宜搁美善的关系。默想，
我的性命爱安怎甲耶稣基督保持合宜的关系？伫这开讲节期，我安怎向人传福音，互人甲主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？我的性命爱安怎甲耶稣基督保持合宜的关系？伫这开讲节期，我安怎向人传福音，互人甲主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成做我的救主。伫这充满期待佮温馨的开讲节期，求你互我机会甲人和好，也使我努力传福音的心志，也愿你互世间人会当彼此接纳和包容，建立一个祥和的世界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